你想唔想喺屋企步行5分鐘就可以去到澳門？而且淨係呢度業主先可以做到。對面就係大把世界撈嘅澳門，而家餘貨唔多，呢個樓盤準備清盤啦，總價60幾萬就可以擁有嘅關口物業。樓下仲有4層商場，任你玩任你行，行路5分鐘就可以過關澳門，10分鐘就可以去到港珠澳大橋口岸。呢邊咧，老細係澳門人嚟嘅，佢同澳門美食協會咧簽約咗一個澳門嘅美食街，到時會引進澳門嘅美食。每日朝早起身咧都可以睇到靚靚嘅澳門景觀。呢套單位49個平方，戶型方方正正，住起身非常之舒服。如果唔想住嘅話咧，同樣可以攞嚟出租啦，1300蚊嘅月供就可以上車。咁咧，平時如果唔住嘅話，同樣可以攞嚟出租。租金3500蚊。對於呢套單位有興趣嘅話咧，快啲聯繫阿 Ben 帶你睇樓啦！